乡亲啊，后日同齐食圆仔加一回。即摆圆仔口味是愈来愈侪款咯，也毋过热量原来袂低哦。营养师讲，不管是包肉的、包馍的，或者是包土豆腐的，拢共款，只要食4粒圆仔的热量，等于是食1碗的白饭。所以要建议咱的乡亲时代，若有食圆仔，安尼正长的白饭都爱食较少咧。啊，譬如讲食2粒圆仔，饭就食半碗就好咯。若是食4粒，安尼哦，都毋免阁食饭咯。这圆仔不管是包土豆、黑馍啊，也是包肉，真侪人拢真介意食。同齐买到啊，准备要来食一个，不过爱注意，圆仔热量真高哦。汤圆的部分啊，我们大概4颗汤圆，包馅的汤圆就等于1碗饭的热量。饭食完，搁食圆仔，这热量绝对会超过。营养师建议，想要食圆仔，搁无想要变大颗，会当减少白饭。食2粒圆仔，白饭就爱减半；食4粒咧，就莫搁食饭啊。特别是有腰子病的人，绝对唔能食超过5粒。汤圆还是属于我们加工食品，所以如果肾脏功能比较差的朋友，就记得要限制食用，就是才不会避免摄取太多的磷。另外，真侪人食圆仔汤，拢会搁加红豆啊、土豆甜汤。营养师讲，这圆仔汤分饱和脂肪已经真悬啊，搁加上甜汤，会造成身体负担。建议用煮圆仔滚水，减少甜度，食起来嘛较袂野脆。